来看总统赖清德昨已经许可行政院提出的国会一款法律合议案，立法院上紧6月18会来进行表决咯。有民间团体宣布讲，因要亲力拿赢的选区，参在地民众来讨论法案。在地对话，全国串联。在地对话，全国串联。 发起一切招行动，关心国会改革法案的民间团体，搁在回到立法院门口宣布后一阶段的行动。针对行政院对相关条文已经提出复议，民间团体也把握立法院中审议决进前的这段时间，要伫各地头举办街头对话，尤其针对国民党立委的选区，希望甲在地民众对话。蓝营的选民选区来对话，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现在国会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会有国会滥权法案，进而希望他们可以影响他们选区的立委，来改变接下来复议的结果。民间团体表示，伫邦桥、淡水、基隆的对话场活动，也会邀请在地的国民党立委叶冠之、洪明凯、林派雄来参加，希望面对面对话。因为要侵入拿赢的选区，民间团体也做好准备，希望用多元的方式，让民众了解因对国会改革法案可能造成滥权的疑虑。当然，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讲者，我们有行政法的讲者，我们有一些律师的讲者，甚至我们有一些在桃园在地的一些从事各种艺文也好、地方创生也好的这些领域的讲者，来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去分析、来去讨论。民间团体希望透过家己的力量，让各地头的民众会当了解国会改革法案对社会的影响。另外，国民党为15开始，也会伫每个县市举办宣讲，宣传国会改革的理念。民进党讲，因为14开始，也会开始去地方宣讲。未来这礼拜，朝野甲民间团体，拢要去地方甲民众对话，宣传家己的理念。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。